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ia，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恒信移民資訊。咁每個禮拜咧就係帶俾大家咧就最新嘅一啲加拿大移民嘅信息嘅。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咧美國嗰邊啊七國咁亂啦，特朗普嘅政策咧搞到好多 cut 好多 funding 啦，咁啊炒好多醫生啦，尤其是呢個政府部門啦咁樣。咁啊，加拿大咧就得益喎，有佢哋叫做 brain gain 啊，唔係 brain drain 啊，就係好多喺美國係讀書做緊嘢有經驗嘅醫護人士咧，就係睇去加拿大，因為兩個國家咧嗰個制度啦，都差唔多，文化差唔多啦咁樣。咁但係講緊係分享下啦，就係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醫學委員會。咁如果係外國讀書嘅醫護人士醫生咧，尤其是啦，如果係攞牌嘅話咧，第一站咧就係 contact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去註冊嘅，咁然後再去嗰個加拿大醫學委員會咧就會安排你去考試啦咁樣。咁最近咧嗰個醫學委員會咧 report 到咧就係喺美國讀書有美國經驗嘅醫生想喺加拿大註冊咧增加583倍嘅。咁樣就醫學委員會啊，或者其他嘅醫生咧，就係鼓勵呢個聯邦政府啦，就係通過一啲渠道啦，移民部有啲叫做 Ministry in Ministerial Instruction 㗎嘛，咁啊移民部長咧就係有權咧去加啲新嘅移民政策咧，吸引呢啲醫生嚟加拿大去 practice 啦。大家知道啦，講咗好多次啦，就係加拿大咧就有650萬人咧。現今咧就係冇家庭醫生嘅，加拿大係行家庭醫生制度噶嘛，就唔可以咧隨便去約呢個專科醫生嘅，要經過家庭醫生嘅 triage 嘅。如果有650萬嘅人咧，加拿大人係冇呢個家庭醫生服務嘅話咧，咁各個省啊、聯邦政府咧都係睇緊點樣去令到嗰個移民簡化啦。咁啊，BC 省首當其衝咧就係話會簡化佢嘅省提名計劃，去 allocate 啲 quota 咧俾呢啲醫護人士嘅咁樣。今個禮拜就同大家分享到咁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